肇慶位於廣東省中西部，有中國峴都之稱，旅遊資源豐富，以星湖風景區為中心。而佛山位於珠江西岸，素有陶藝之鄉、粵劇之鄉、武術之鄉、民間藝術之鄉等嘅美譽。今集我哋會帶大家玩轉肇慶同埋佛山，帶你遊走多個熱門景點，食盡當地美食。福田口岸過關之後，導遊就喺出口位等我哋，上咗國內旅遊巴往肇慶方向出發。大概搭咗個零鐘，我哋就到咗目的地啦。行程嘅第一日，我哋會先去塘口墟天下糧倉。塘口墟天下糧倉作為開平塘口嘅鄉村旅遊景點，盡量都保留咗原汁原味嘅鄉土風貌。入到去博物館參觀，會了解到好多農村嘅知識。務農時候所用嘅大型工具盡現眼前，有耕作時用嘅鋤頭、木耙，亦都會講解歷史，等我哋可以更加深入咁了解到鄉村嘅獨特文化。一到埗廣東最美學院，就俾佢獨特嘅建築風格深深咁吸引啦。廣東最美學院有住浪漫魔法城堡嘅稱號，一入到去，同樣見到宮廷式嘅裝潢，襯托翻建築物嘅外觀。入面嘅裝飾同埋家具都充滿英式風情，打卡一流。出發去仲會見到有一大片綠油油嘅草地，勁寫意。除咗圖書館，仲有大笨鐘同埋河景俾大家打卡，好似一次過帶你睇幾個名勝古蹟一樣啊！嚟到晚上，我哋就去咗七星岩夜遊，我哋就沿住橋一直散步。旁邊嘅藍色燈光打喺水面上，超級靚。古色古香嘅蘭亭配合夜晚嘅燈光，再襯上清澈嘅湖面，真係好似時光倒流，返咗去古時嘅中國一樣啊！嚟到行程嘅第二日，我哋會去僑鄉吳家大院。僑鄉吳家大院係由越南華僑吳更南同埋卓瑜兄弟始建喺清末光緒年間。宅院佔地大約7000平方米，現存6棟嘅鑊耳大屋、4棟高層洋樓同埋花園亭閣等，建築風格中西合璧，各具時代特色，係廣東佛山地區難得嘅清末民初古建築群，亦都係九江現存比較大嘅華僑房。院內嘅博物館展出咗各種嘅文物，例如服裝、樂器、人力車等等，等我哋可以見證九江僑鄉文化。如果你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濃厚興趣，跟住落嚟呢一個景點千祈唔好錯過啦！一入到嚟廣東千古情風景區，你會彷彿置身喺以前嘅廣東。景區有多個場景可以俾你打卡，仲有多個特色展館。呢一度亦都有多條古色古香嘅街道，例如市井街、穿越街、武術街、波西米亞街同埋大型美食廣場等等，等你漫步遊古城。嚟到呢一度一定要睇嘅就係廣東千古情表演啦！佢係一部敢創敢拼廣東精神嘅生動寫照，一部珠三角嘅文化傳奇。唔單止係一場傳統嘅演藝 show， 而係突顯咗嶺南詩藝、黃飛鴻武術等嶺南元素，以聲、光、電、舞蹈、雜技打造成嘅震撼表演。精彩嘅程度係被譽為一生人一定要睇一次嘅表演。想知有幾咁震撼，就一定要親身嚟感受下啦！嚟到第3日嘅行程，我哋會去紫荊西提文創街。紫荊西提文創街係肇慶其中一條人氣街，係一個集文化、餐飲美食、網紅為主要元素為一體嘅景點。喺呢一度，你可以盡情欣賞風景，去唔同網紅地方打卡影相，仲有各種極具肇慶本土文化特色嘅文創產品。嚟到最後一個景點，我哋會去到肇慶古城牆披雲樓。披雲樓始建於北宋政和3年，由於經過時代嘅洗禮，呢一個景點喺1989年再重建，造型仿照咗江西嘅滕王閣。而內部嘅結構就係鋼筋混凝土仿木結構，為歇山式十字脊3層建築，佔地面積大約300平方公尺。去到頂樓可以俯瞰城內外嘅風景，而披雲樓嘅館內就展示出一啲嘅文物、書籍、建築歷史嘅圖片同埋繪畫等，
等你對歷史更加有充分嘅了解。而呢個團喺膳食方面，仲會帶大家品嚐到肇慶佛山嘅地道美食。打頭陣嘅係養生鵪鶉湯，鵪鶉嘅脂肪含量低，有改善貧血、益氣養生嘅作用。跟住上台嘅係香噴噴嘅臘味飯，米飯粒粒分明，焦香嘅飯焦配上甘香嘅臘味，食到停唔到口啊！之後係肇慶被稱作茶點王嘅果蒸粽，粽入面嘅五花肉、綠豆同埋蛋黃互相融和，精華濃縮晒喺糯米入面，味道清香，口感鬆滑。雙蒸酒係佛山九江鎮嘅傳統技藝，嚟到當然要一試米酒烹調嘅菜式，火焰三杯鴨同埋花雕醉雞燕。三杯鴨以片糖、米酒同埋醬油燜煮，肉質嫩滑入味又唔腥；而花雕醉雞濃厚芬芳，雞肉酒香入骨，嫩滑醉人。壓軸嘅就係招牌茶油雞同埋古法碌鵝燕。茶油雞鮮嫩多汁，茶香四溢；而古法碌鵝係將全隻調好味嘅鵝肉放入熱嘅鑊油入面，不停咁碌至到皮帶焦香，食落去鵝肉油脂均勻，口感順滑。呢個行程嘅菜式款式多樣，層次豐富，絕對令你回味無窮啊！喺住宿方面，我哋會安排連續2晚入住2024年開幕嘅酒店肇慶柏隱酒店。酒店位於繁華嘅市中心，地理位置優越，風景優美。飯店擁有多間設計時尚嘅優雅客房，全智慧管家系統，輕車園林嘅風格同中式古典藝術等嘅時尚相結合，盡顯東方美學同埋藝術氣質。睇完一系列嘅介紹，係咪心喐喐想去玩呢？去參觀唔同嘅博物館、大院、古城，認識當地嘅歷史文化。想一齊嚟玩就即刻上永安旅遊網站 App 分行或者打去熱線中心報名預訂啦。